去年，现在这棍鼓死就死，多就多了。结合当向飞龙，谢梦瑶、谢梦两兄弟，分作3个头车轮战。正气神功行一月，欲合五魂血棍青。这好话喽！谢梦亮、谢梦瑶比A当归当公三擒啦。现在向威龙准备你们走，也不过也时间到，99回城单爆发了。好惊人！为什么身躯扬起？知哇？哈哈！哦，遐头也了。师傅，你当时有这部新皮的功夫，我哪唔知？师傅哦，这部你也无爱教我，你师傅够硬倒呢。到底你唔通误会，这是家己扬起的，唔是我呐。啊，家己哪会扬起？都对唔，家己免哪会扬起？迄都唔是酸洗做的，也唔是辣椒油做的，免哪会家己扬起？真是使人费解。了解吧，无养好是安然无恙。大血转性，现在插手去擒拿，但是向尾龙已经氧化了。啊？哇，是。未知老前辈看知影这到底是什么毒药吗？这个一无所知啦，讲起来就闹气。也当这个3万两个金财金，哦，对看卖哩。哦，谢梦亮、谢梦耀，到底金财金装在何处？玉华吧，你放我走，我就是甲你提水。金财金对你徛在这个秘密的地点哪伫？伫我咧困迄个眠床骹，迄个地窝啊，对你装在你所在啦。呀，老和尚呢？老和尚都空空乌白行，去打着反官啊！伫个凉亭，怎咧叫对迄个万灯的寒烟落去？啥物叫做万灯寒烟？迄火内面拢冷气，内面拢冰雪。老和尚对落去绝对袂活，已经死了。当初我都唔知是老和尚。啊，那你唔知老和尚啊？老和尚头壳真大颗，你哪唔知啊？这老和尚？伊用我是信仰讲伊是我的老亲家。可，你出来！唔通解拍，赶紧去摕这个金财金了后，压回转玉柳山庄，互大人问罪。好，行。哎呦，让我把你两个多宝嘞啊！行啦。但我看到咧走水老和尚，老和尚伊是真有福气，虽然跋对这个绝国落去，可能患难受啊，并无致命才对，是走水圣经啊。空里空是空空，回想我只是空空，大潮回想情世中，空空冰冰竞选人长，街头行话真轰动。命我贵个，因为伫个内面那个万灯寒烟，我冷气吹一个有够爽，要毋过吹一个久哦，拢会起家潲个，无错当因为这个地下室怎直直甲走。哇！这一个歌声从那甲浮起来，当时啊，奇怪，那会烫这个死，这个死我都捌来过咧。到这个这唔晓唔惊惊迄个白塔死的款呢？哪有这来？那袂我啊！命我贵啊！安尼咪精神是明明有影欠的呢哈！我来这也知，
又搁笑我咧咁样算，一箍五角嘅3分哦，伊面若要甲收你100，伊唔知影讲迄老和尚啊厉害啦，喂 ，hello， boy。阿弥陀，现在，唔爱抓虎啦，无甲抓啦。我小和尚，你老和尚，大家拢总是佛门的弟子啊，也唔着入来面坐，你在咧创啥？你们白眼济，我看到恁哦，实在有影鼻孔就一拍火。是安那啦，食菜人大慈大悲，也唔着唔通生气，看对唔对？多大能用，了却人间多少事。满腔欢喜，笑开天下古今愁。好啊，莫甲咪讲迄啦，讲迄无较大啦。你敢若唱迄条歌，你咪就食袂消啊啦。蛋，好啊，唔通我笑。我问你，安那？你食菜啊食醋？我食菜无食醋，还拢食牛肉滚蛋哦。哇，忝诶，甲我小香。啊你呢？我若是出家啊，伫倒位？我出家伫酒家。你食菜啊？食菜拢伫菜店，安尼咱换忝诶，安尼会好。是啦，安好，开始谈落去哦，海坐。谢谢你了。老和尚啊，你拄我讲食菜伫菜店，这我拢听无呢。你听无呢？我讲你听啦，菜馆啦，菜馆就是餐厅啦。餐厅。迄餐厅有诶讲菜馆，也有诶讲做菜店啊。我较早就是伫遐做师傅，做厨师。多子师傅。啊啦。酒家呢？我伫酒家做某鱼。你也捌伫咧酒家做某鱼哦？哎呦，就是安尼哦，经过安尼哦，甜酸苦辣咸拢总通过，感觉人安尼真艰苦，所以看破风尘啦，就咧食菜入空门哩咧。安尼哦，你毋知有守五戒无？有咯，这无守五戒。五戒是安怎守？都戒杀、戒酒、戒色、戒风也戒毒迄拢总五戒在内。安尼。我看你强啊面呢。我白来，什么强啊面？你捌做贼无？做贼迄是安尼啦，一半解啊啦。一半解啊？吃菜人也使做贼咯？唔是啦，若像讲恁食菜安尼哦无意思咧。囡仔人咧食菜，啥物拢派2支宝剑，3个人派6支，安尼哦做食菜哦。煞唔知影这就是咧锻炼杀气。晓啦，你顶只讲的啦，我都未了解尾这个老奸臣才甲我讲我锻炼杀气，杀气是杀车的杀，唔是杀人的杀。安尼看你唔就真够忍耐就对啦。是啦，你要看我这宝剑拢搭封条呢。这6口宝剑是当时这个5大帝所收这个物件，迄我对六合已经声明了呢。这个剑帽啊，这个就是做白凤，这个白凤啊，就是六合因老爸的啊。晓啦，我知啦，应该这个宝剑就爱甲等入江洋大海。安怎讲？这宝剑是天下豪源呢，遐武林的高手啦，也迄个杀手啦，刷落去遐歹人啊。目睭金，拢总想着要来偷这6支宝剑，对无？迄过去恁这个白塔寺发生真济这个时阵也查案啊，好家在拢总是阮这个援助你呢，要无老早你的宝剑互偷去无大紧啊，恁3个拢搞起来呢。干嘛呢？安尼就对。你意思就爱甲等到万灯绝国。等调甲消灭等调安尼哦，这个武林的好根啊，才会断绝啦。你意思就是想讲要甲偷野上？偷！我哪安尼讲？袂当，这宝剑留咧互看水呢，这是古早的先人所创造的物件，这算古典嘛，对唔对？袂使等调啦，等调无彩啦。是咧，拜拜。听我讲，叫这3个狗仔气到地鼻孔空空，伊面若无甲抢出来袂使。生本哦，食菜人大慈大悲救3条性命，就是胜造7级的菩萨啊！对。好。今夜间进行工作了。到底甲讲囡仔讲偌厉害，迄下拢总无咧甲信就对啦。安尼这6支宝剑一声就咧甲锁出来，摕来迄个江洋大海就咧甲弹掉，对，甲弹落玉柳河。安尼甲弹掉，
哦，啊以后这绿林的死客啦，乌道的杀手都无想讲要偷摕宝剑啊咧，啊，安尼我做一件好事，好，心情真爽快。三个狗仔我困到无啥啥咧，天也未光咧，好赶紧我转来困，转来困。啊，那回想话你哪很熬早？哦，老早要昨无困咧，老早。你去倒位？无啦，出去外口吸一点新鲜的空气。你去做强啊吼？偷？你毋是敢偷家宝剑？No，我别讲啊，你是在冤枉迄落去做偷食红烧鱼呢？走上移动。喂，你咧讲是这个是？对啦，这个啦，这偷嘢啦，六支宝剑拢去偷嘢。安尼好，我是兰州府的捕快，靠起来！啊，我无啦，免讲，靠等下兰州，互老爷甲你审啊！你们这说实在有够水。哎，公三啊，老岁生拢无动无静呢。我看巧气哦，也得卡个。哦，野当过来菜市啊，围足侪人啊呢。看唔知咧创啥来个看卖？哈，你公三真好闲，卖啦，看卖咧啊，无要紧啦。好，要看就来看。你看啊，火烧咱牙起来看卖哦，足新鲜啊！快点，哈，做菜啦，咱牙起啦，哈，老开始。人该酒。哎，公三啊，老和尚说你牙鸡了。哦，是安那来牙鸡？吼，骹空手连拢扣掉你啦。唔知做什么歹代志咧？啊，这兰州府大人甲伊判咧，拍算去如何？我你讲啊，要无那牙鸡？听你讲做强啊呢？哇，迄强啊人上车，啊所以，当归啊，拜托你啦，你赶紧去找暗杀大人啦，甲我摕一条假释证来甲我假释，啊无我呢四下门啦蛇头，我你咪民主真扫落地啦，讲啥嘛合紧的啦。我甲你要熟悉啦，但是你认真计，你想，我当归啊，你咪现实啦，啊，我是冤枉的了，啥物冤枉？我讲互你听啦，啊，都遐狗囡仔有无？一块的啦，五角的啦，啊3分的啦，迄3回箱啊，哈。啊，歹那支宝剑啊，哦，啊，我就是惊讲遐土匪啊啦，遐杀手哦，叫偷宝剑，才成滔天大祸。啊，咱的人好心大慈大悲，就讲伊6支宝剑甲3个吼，带去等落江洋大海，安尼才会当解救因3个狗仔的性命，反倒当就是安尼啦。安尼，伊个龙卡先绝自招记号，好咯。喂，行啦，回想你讲啊，行，赶紧，要来去游行，唔系啦。这都我好朋友念都，互我讲2句话咧吼，三个，嘿，什么三个？你听无呢？你若是做这个捕快吼，啊，这个绿林的这暗语啊，加减爱学咯。嘿，三个都是恁这捕快，我做三个。吼，要若是地魔啊，看守啊，吼，迄就是地魔啊，吼，啊，我出来去，我关一级，迄就是做咸的，哼。下面，啊，地魔跟啥面？哎，行啦，当归都会记哩吼，唔通我射四下门咧，你们四下门射头绕去安尼有听无？好啦，啊，射啦呀！哎，啥面？这都是咱叫暗杀的假释证。哦，暗杀大人是安怎会摕假释证互你？哎，你唔捌呢？你唔知讲老和尚三劫甲六合啊，因这是公信呢。迄帮助暗杀大人去大破西门山庄啊，啊，甲这野狼伫咧拼，拼生拼死呢，拢伫前线伫咧拼呢。你唔通讲伊和尚呢？哦，是安尼啊。要若安尼唔大，伊甲假释掉，当然啦。假释证摕转互恁大人看，伊就会了解啦。啊，赶紧的，这铁家铁锁拢开咧。哦，知啦，开。不过这是安尼啦。后摆你食菜人哦，用词较莫插你啦，啊！你管人什么囡仔咧歹宝剑，迄都无你的代志嘛，啊！安好，哦，是了，过时，请。靠背啊！啊，你这杀头上背啦，啊！无代无志，你倒咧假做好心。我甲你讲吼，即马都好人袂做你，因娘我几个。安好，啊，当找着啊，我对
代就交代，实在是拢咧吹老和尚了。啊，西门山庄已经破呢，啊，迄个香尾龙安那死你敢知？安那死啊，规身躯全啊扬起，讲啊扬起啊，嘿。哦，西门梁、西门也拢掠着啊！你咧，这案件解决真财金3万两银拢找着啊了。啊，有甲记录迄公路婆无？嘿，毋过你失踪咧，失踪哦，迄公路怎啊甲你拍掉？我毋信咯。啊，无要紧啊，啊，即摆佫等机会，佫重建公路啊。哦，无彩我伫咧拼，无公路无大金，佫红着来压价，实在衰一个有够功夫不着。呀，等下等下。金是咱啊！你哭闹甲怎？当初我就甲你忠告，讲叫你唔通。天下间的美男子真多啦。啊，六合这个人，伊生水属于枭雄，因此啊，才甲你放杀。对，你太过痴情的关系。兄长，六合绝对毋是迄款人啦，因为我看伊是一个滋味善感，伊做人是一个认真的君子，伊绝对无可能会甲我放杀。啥物？经过已经2个多月，拢总无转来，安尼毋是放杀，又无是要哪讲？这是我运命啦，兄长。怎样？我想着要离开这个南城，到西域来去找六合呢。不准！单身的查某囡仔人到西域危险啦！你敢毋知影我现在西域我真乱，千万都唔通去。无你是要叫我怎样就好啦？安尼好，我叫我的部下去给你找了。哎，马多卡路里，好，你赶紧立马加鞭到这个西域地界去找六合。你甲讲我的小妹伫咧等你，叫伊马上来倒转啊南城，若无我行动带军去，用白个遵命，紧去，好遵命啊！来人啊！严守南城有事报我知情。受六合的爱心感怀，头擦下霸王赵乾坤，服刑1年的期满已经出狱，中监2天。阿霸王首先就要回家探望母亲的金安了。朝夕盼望囝儿归家，孤苦伶仃的老大人，乃是阿霸王之庙。阿霸王受狱1年了后，定性思索，看到老母徛在这个门边，见景伤情。母亲啊，母亲啊，你是谁？业主。赵乾坤啊！哎呦，坤诶，你敢毋是讲去北国做生意，2、3年才会转啊？母亲，小囝的罪愆，囝儿不老，时时刻刻都甲你瞒骗。其实囝儿就是犯法去受狱1年了。啥物？你是犯啥物法？母亲，请你赦免我。你到底犯什么法吗？我都专门做贼去共偷砍牛，然后六合，伊才甲我劝话，我这个自首投案，我都是去受刑1年。哦，你还做贼啊？哎呦，你真是要惊死为娘！母亲，若毋是六合，我已经变成废物了。六合要感化，所以我伫自首。大人将军发落。我1年回来，我重新做人，我改头换面。母亲，你会当赦免我吗？好啦，既往不咎，我起来。多谢母亲。你敢知影人个六合偌够做人？人安尼彬彬有礼，文武双全，连伊个徒弟迄个戆衫甲伊个当归都真捌事哦。伊安尼吼，为着我这个黑龟喘，伊都爱赶紧安尼去街头巷尾去募捐，哈，伊安尼吼遐钱，然后你为娘食药，你看卖咧。我的下句串拢好啊，你敢知？六合是我大温情人，母亲，到风透透，你入内面，
我要来找找我温情人。好啦，爱赶紧去人撮写吼，安尼才是做人的起工。无信啊，我来去哦，你入去吼，你等候我的消息。阿霸王千里就要找找温情人就好，想袂到天不从人愿。阿霸王，哦，你死水，哈哈哈哈哈！笑目回兄弟啦，有空头就要报你转，什么空头？你对我来就会知影。好嘛，行吧。阿霸王已经当着独角龙为我，但是阿霸王重新做人，伊内心有数。来，听。天知地知鬼神知，知为知，不知为不知，就算我真知啊！三人叫做山边老地母。老丁公啊，老丁母。嘿，姓老名地母，某人的某。哦，老丁母，我要讲啥？你敢知影？现在就是这个蝙蝠龙。也甲独角龙的这个乌道的人物，特别准备入咱州城，特别去解救这个独眼龙领心心咯。蝙蝠龙按照独角龙已经招募着几名的杀手，以及着阿霸王赵乾坤，特别前进咱州城解救独眼龙领心心。另外上面沙漠流寇、混火龙、杀罗瓦领3000名流寇，也亲进西要解救独眼龙了。乌白亮道所注目的独眼龙领心心，是会被判死刑，也是会死在99回生单的。